虫套东西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已经看到关键了。了解，系么？不是美。咩？等一下，我讲过。了。好，你可以回来了，用这个。该酸度该部分，该做得用该醋吗？啊，醋就是原来就是用醋啊，你平常就是吃醋嘛。哦，就是你跟别人出去，我吃的那种。哦，拜托不要造成误会，拜托。从头了来煮的柠檬糖浆。柠檬糖，这就是秘密武器，快给它吃看看。酸酸甜甜，真的恋爱的滋味。哇，来分享一下你恋爱的滋味。你分享一下恋爱的经验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我要苏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當飛機又嚟到誒中台灣，其實呢都台中亞島嘅哦，很多嘅做隱藏版的客家人呢。哎呦，怎麼說隱藏版？對，很多感應哦。對啦，因為一般來講，大家會知道個，都台中地區嘅客家人，較多都董事啊、沙港呀的華山嘅素材。其實呢，都台中市區沒有幾多嘅台中嘅客家人。哦，故說呢，既然要按照隱藏版嘅台中客家人法，應該咪做得設立到隱藏版嘅客家美食哦。唐講今年嘅指定料理咪係愛凍好食嘅東西呢？真的哦，嘿，真的。等下你做唔得是全不愛食，好冇？那你就繼續，看人家賽事要記記他也好，最杯咪咪先決咪做記他人。好啦 ，OK。如果在講我的身材之前要講兩位身材也不錯的評審老師了。轉得很硬哎。好啦，現在分享到我順豐自己講嘅龐先奇龐師傅。大家好，祝新年哈！還有今天訓出凍河詹志強詹師傅。大家好，祝新年好。其實我對了解節目昨天搶到安利和龍沙品行真的很幸福，很幸運。真的。不過真的就要考驗來看看，等下嘅料理他們猜不猜得出來咯？好，來看一下。好。剛剛該下講你做料理很會創意料理，等一下就馬上來看看，講得出來就真的厲害。好，馬上我來看一下體育館具體嘅蔬菜係乜嘅東西咧？哎呦，這個太簡單了吧？團結下，太簡單，團結下，不能假。如果猜錯真的直接拖出去了。直接講好不好？要一定用炒誒。來，請回鍋上一集。來，還有上一集。好。黃師傅，有薑絲有大腸，就是薑絲大腸，對，對不對？竹蟲炒薑絲，竹蟲炒薑絲，哎呦！來，冇問題，先來分享到係風水嘅原整記啦，水田記，送上分享。原整記水田記，歡迎你哋哦。你用常都好像芭比娃娃。對啊，好可愛哦。對，對哦。了解咱嘴更像芭比娃娃龍沙長得一模模一樣哦。歡迎來到咱嘴老鳳灰還有種皮豬，歡迎你哋可愛喲。哇，很像招財娃娃。對，很可愛這樣子。好，你原整記了水田記係幾妹？係六姊妹啊，六姊妹嘅話應該較難得做得叫下煮菜吧？係。從愛過年過節會見面。過年過節剛去從愛佢煮本顏色。不錯，水田姐姐。都會煮，嘿，佢嘅妹妹佢還會煮。佢妹妹。這個識啦，阿妹妹同秀啦。有信心嗎？有冇？有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哋咱嘴你龍沙，嘿，你講遠遠看，凍像小朋友對，凍地輕聲凍地輕聲你龍沙係乜嘅關係？也是表姐妹。哦，表姐妹哦。對。當然咯，家家婆老亞阿妹，姊妹。阿妹係乜嘅？阿妹係奶奶。奶奶啊。哦，家婆老奶奶係姐妹。東阿妹係董事強嘅客戶。阿妹，對，只有董事人講阿妹。你龍沙平常時就帶強下嗎？冇意見。他們沒有加本強在 logo 嘛？如果這樣真的有嫁同嘅老公，也不能都要倒閉嘅講。嘿，真的。一禮拜見面幾下拜啊？
哦，加多夫圈的啦，吼。嘿，福建的，佢條非常愛唱歌。哦，而家一追夾佢唱歌，要先唱嗎？你係一個一家之主兼唱歌節目，唱歌嘅節目。OK，呢條最後最會唱埋嘅歌。頭髮開，桃花開，你會唱？你沒會唱？我剛才差點就唱出來。哎呦，因為第一句就是桃花開。好，來，那你們三個要不要一起唱？我沒有啦，我先其他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桃花開來，腳翻那裡望，阿哥來相愛，身上兩三行，三曖昧救命哪裡放啊？對喲。哇！最尾哦，喊做該兩部吼，目標那個合音誒，厲害。喊就吼唱過最繞應該是追星，對，完全沒有那種，對啊，所以吼在宣布要進行之前，來兩位評審先打分數一下。哎，沒有，請回到立雕裡的本身當中。該沒那個料理唱歌大師競賽沒有？沒有。雖然講剛下正經衝到幾好聽，不過呢。主要基本嘢行喺個比太次嘅數呢，鼓手聽下按你隨住來進行體育嘅比賽了。舞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的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取捨。本來係亞舞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舞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舞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哦。Q 龍，哎，你有創意，有創意，因為我以為你要說 U 都哎，明珠姐一定會輸那一關了，因為已經沒按鈕，局勢已經。因為我們這是新竹以下，對，新竹以下台中地區算是矮個踢盤 ，OK。我們要來打破魔咒 ，OK，好冇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分，我係做體育改好冇？做體育改，他是第2棒，最後衝刺，你嘞？哎，剛才你幫我特訓的時候，給我天都有。不會走對啦，不會走對。OK，搞不矮好。他要看狀況。他看狀況是不是？我先告訴你，這個是姓朱吼以南的哦。好，我跟你。好。好，我先對記啦。好，OK，好。來咯，準備哦。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情橋。Q 冇 Q？Q 咯。剛才是說沒啦，你看所以來講吼，可以剪掉。該嘛個素材咩最繞嘅？對，因為還蠻結束嘅。還蠻哦。還蠻結束。你認為做啲去做菜嚟了，還蠻哦。結束 OK 來。姐姐，很生氣了。我好不容易在台中場，終於哦，演一場，讓到熱衝了哦。加油！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其先呢，冇來中央踢板，冇來中央哦。好來，一家之主愛情橋。中央冇中央，前面啊，不，中央冇中央，不，中央冇中央，不，中央冇中央，王一，中央冇中央，中央冇中央，中央冇中央，對不對？我們贏了。很贏啦！如果熱比熱，他沒有辦法對你，所以安用。嗯。不然這樣，貌似安用好了。我感覺吼，鳳飛姐的吼，剛剛沒有實力展現。對。我掌半機熱白嘅機會，讓你強下。OK 啊 ，OK，做得。係哦。好，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你先哦。一家之主愛水橋。中央冇中央，中央冇中央。耶！我贏啦！你嘅喊咩講？愛動聲音嘅，愛動聲音。好，先對兩個特別開始做，計時。好啦。切個滾刀，這樣子嗎？拿去滾，比他不是太難了。安勇，好啦，這三個對，可以了，這樣做得了。安勇做得嗎？做得。不過吼，該下明珠姐就講吼，娘辦後來清除地圖該。清後誒，伊認真誒啊。哦，所以做得讓觀眾朋友講一下嗎？對，你點樣會做誒？先不要處理。先來先，他佢用個麵粉速咧，卡卡啊，係卡嘅，係卡嘅鹽卡嘅，對，係一陣用餅蟲嗰個餅嘛，
过低的酒，不要让它用水煮20分钟。煮20用煮的，唔用蒸的啊？唔用煮，煮20分钟。嗰時一開始係用鹽來煮出嚟嘅，鹹鹹的嘅膜對錯，個麵粉，撈麵粉啊！哦，切好嘞。好哦，不差哈，上下來還會thêm什麼嘅咧？薑絲，薑絲哦，牛慢切，牛慢切，先切片，然後再切絲，恰恰較太面積啊，較恰恰，就，跟種花的概念一樣。8、7、然後種花嘛個關係啊，種花的那個根啊，筋要切斜才吸得到水啊。時間到，搶停數。安又停手刀哈，有啦。來，不過現在暫停1分鐘哈。好，先暫停1分鐘哦。我們剛才輸了。等一下，現在一款改片了哦。好 ，OK，好，來看下一片一下。所以你都給痔瘡係牛慢處理嘅。先洗腸脆，容易洗，脆熟。牛慢嘅洗，用埋洗。係牛慢洗。麵粉鹽油，哦油，油，乜個油？沙拉油。哦，沙拉油。係，愛洗下個腸啊。對，用哎呦，我們的竹蟲炒東西，我覺得很厲害，因為已經看到關鍵了。了解，係麼？不是，咩？等一下，唔可以講句。你啊？好，你可以回來了，利用照誒。該酸度嘅部分，你做得用該醋嗎？啊，醋就是原來就是用醋啊，你平常就是吃醋嘛。哦，就是你跟別人出去，我吃的那種。哦，拜託不要造成誤會，拜託。你都給痔瘡係牛慢處理嘅。先洗腸脆，容易洗，脆熟。牛慢嘅洗，用埋洗。係牛慢洗。麵粉鹽油，哦油，油，乜個油？沙拉油。哦，沙拉油。係，愛洗下個腸啊。乜可以用嘅無油，嚇，回鍋油啊，回鍋油沒做得哦。沒有。用回鍋油洗我較強力哦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回鍋油。不過彭師傅，你之前呢？乜個理由？麵粉。你夾底部有一些粉會硬，按強力油的話，佢冇炸過，佢凍強力。佢底部冇安尼粉的，不用切那麼細，好多嘞，好多嘞。哦，時間長度會多咧哦。2日時間多，愛還少了。好，好，OK，1分鐘。好，等下坐在 Q 下周啊，Q 下周哦。好，計時1分鐘，搶開始。這是我們的竹蟲炒東西，我覺得很厲害，因為已經看到關鍵了。哎，哪一個關鍵？你覺得呢？我猜猜看。好。倆，他已經做僵屍。了解。係麼？不是。咩？等一下，唔可以講句。倆。好，你可以回來了，利用照誒。雷夢啦。哦，我這樣會不會被觀眾朋友笑啊？會啊。台卡就看到你就很想笑啊。台卡傳訊息給客家電視台。哎呦，可以換主持人嗎？料理主持人啊，安慰主菜哦。安慰主菜哦。哎，你做啲，唔做動作，慢快。哦，還蠻細。六，太滾，太滾就4、3、2、1 ，OK，來改片做啲快時。好，我們去那邊繼續做。繼續哦。竹蟲炒薑絲啊，這個唔係單單是竹蟲丁丁，薑絲沒懂一米耶，這個真的很好吃。我上到咧，沒有雷夢對不對？該酸度嘅部分，你們沒有雷夢。你該喊問問題，你該喊問問題。你知道我的 key point 了嗎？你的關鍵是係雷夢。對啊，我剛才不是有講答案嗎？大家都給到邊有公布答案啊？你做得用該醋嗎？啊，醋就是原來就是用醋啊。哎，不過吼，因為我爸爸就講過，因為我爸爸每棟好是薑絲炒大腸。對。佢講吼，一般家裡的工鹽醋其實不夠酸。沒有，反正佢夾不開米時就會最後的米時。哦。你看見有做都做的。很美就一種吼，該也是很酸的。很酸，就是你吃的醋，你平常就是吃醋嘛。哦，就是你跟別人出去，我吃的那種。哦，拜託不要造成誤會，拜託。好，我你看下幾片呢？好，來你。其實吼，完全不是擔心。哎，剛才嘛個辣椒啊，香油，香油，要用紅豆哦。
落去酸按甜，多菜的，啊，落头有辣手的哈。有嘞，哦，有，一边，哦，做得咯，厉害哦！厉害。加酸就切青酱哦，可能。嗯，哎呀，最近真可咱讲平常应该做调羹肉吼，哎哦，哦唔该我都調緊油，系冇酸甜的就好啊。咩就看嚟調緊油，做翻條，係冇，就看吐司。有冇開中嘛？計成对啊，女學嘅呀，木質的幼教玩具，幼教玩具木質的幼教的東西。走按圈改啊，走按圈改。哇，間應該咩當漢的煮飯吧？又係就兩船啦，早餐冇就難。印尼煮兩場啊，係啦真功夫。容易來咯。好，容易來了。好，存到3分鐘了，繼續下去哈。我們先換雞片咯，嗬，來。好。哇，風飛姐，阿妹做平常喺做嘛？做種輔食啊？冇愛天生啊，係一片。天生的，哇，天生麗質算男是我們子氣。節目開播以來第一擺有七個，按用形容七個係天生的。所以看得出來哈。因台灣講那個薑按多，薑嘛按多，其實炒落去就冇咧。哦，哎，醋啊，你拿醋，酸吃，但是油，可是油，不是，因為嘛對啊，醋，哎，你們很喜歡一直拉過來哦，哈。因為我們手短。哦。你看啦，唔會啊，唔我會啊講自家好，我講自家哎很好唔好嘅地方，這個就是我們跟你不一樣，跟我很像。好，那你看這邊，你跳起來，我教你哦，我教你加哦。油問一下，一般來講哈，一顆雷夢大概夠嗎？還是不夠，像這麼大要2個，對，哦，最少2個。因為我們試過一個不夠。可是還有一個關鍵，就是剛剛你拿起來喊出來，這酸菜的部分，也是它的酸的味道。給我講對一半。對，有這邊酒給我們，你愛嘛該？米酒、黑胡椒和一點點的味精，要把它的味道出來。我給它黑胡椒呢？對，哦，酒在那邊。呢度係用黑胡椒哦，我雞片係用胡椒粉。黑胡椒給它有香味啦。好，看起來真的蠻順利的。昨天去看我雞片你熱下你哦。 OK，來，加油哦，加油加哦！油加油！哇，香味出來了，哇，油有味道香味嘛？油，真勁油哦。厲害。不過等一下我試看哦，要先試試看米頭哦，油啦哈。我們就可以上盤了。哦，你試過了哦？試過了。不然你試試看，你試看嘛？你試看先吃，有嗎？好，好啦。唔怕，來凍好應該米頭。好，也哎，差不多時間我到了哦，先做得了哦。還做得好做的，等一下我裝盤哦，好，差不多我倒數了哦。一起來倒數嘍！好。 6、 7、 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有吃吃看啊，都帶奈布卡跟米西卡後色嘞。好，你中山都你節目當中呢，詮釋了客家嘅一個西本西草當中，其中一個最經典嘅一個竹蟲草，竹蟲草樣式。係啊。你下問佢試試睇下應該批到幾種上面嘅，好有啲上面呢，當腰睇下嘅小藍水有沒有？好，水就來試試看下咯。先從我們的紅隊開始。哎呦，哎，你都有給蛀蟲哦，雖然我沒切滾刀。不過吼，我們是吃它的，這是我們的。先生呢？先吃我們的，現在先吃我們的。該乾淨的，這樣子。天哪，我的愛耶！我可以吃很多，要配白飯。的，配飯真的。哎，你都有給，唔係雖然唔係滾刀哦，我看起來很 Q 呢。真的。凍醬呢？就給人家蟲啊，好像自己滾的呢。對啊。對啊，有沒有？刀工具都已經自己滾了。原本切3塊。嘿呀嘿呀。有酸，我們是用檸檬的酸。那就是到檸檬好朋友。是用檸檬的酸，用甜甜的酸蜜，還有香蜜。嘿，我真經學到咧，因為我到我自家嘅屋下，我爸爸、我媽媽做嘅唔係用檸檬，從來沒有用過，真經學到咧。啊，你有啥感覺咧？好食啦，酸酸啦哈。凍茶湯，凍茶湯。哦，凍茶盤哦，來那個2碗飯先來哦。不過哈，雪咧哈，風水改主義哈，
试看，我就咱喙解住咧吼，来，试下来。牙铁色啊，六姜嘛，姜牙色。哦，昨天老平行讲，等一下马上我来问分数了，昨天最后加分阶段。客家谚语有讲，人日3000姜，要是给路卖药房。1天3000姜，对，那个在路上卖药方的人就会饿死了，因为就不用吃药了。这个两姜哈，姜嘛哈，对抗癌，对有养开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姜丝哎熬起来有脆度，有那个姜丝的口感，用时诶我觉得他们很会加分，一直在拉票。不紧紧诶，该姜细哈，它炒的不会烂的。好，可是呢，我家吃到哦。但像这种片的遐煮虫呢，食起来 Q 感无 Q 样，用时嘅切法咩无 Q， 米线咪无 Q 样，各家有各家米线，然后看师傅的分数的哦。啊。哦，敬重，提血罐哦。你还没吞下去。你会挺好些啦。嘿，俺像那个老鼠一样，先不用抓，来等一下转落去写。嘿，先不用抓。好。好，唐师傅抢分数。啊？来日狂天。很明显啊。你唔好写口香糖哈，好，唔好，来咯，赞师傅抢分数。哎呀，口香糖没生意了。哎，公平一下。我这种做嘛不风吹咧，就风吹加cái煮虫哦，加米汤哦较甜的，能够加米汤然后酸的，然后含那个米汤嘟好，能够酸菜。酸菜含菜啦，都柠檬安尼。系啊，它好自然呐。不过战师傅感觉咧，其他红菜煮佢切家哦，佢主要用片出切三角形，不過其三角形嘅頂端嘅淡嘅無團體，所以佢炒到叫強啲咯。哦，啊一片就會切家叫團體，三體嘅，所以通過水加又加油脂，然後加啲東西會被水流的。對，這個伯切你要學起來。矛頭又指向我了。不是伯切，你要這樣要放棄了。對，這我們的比切都大顆了。切唔係用碎片切，雖然係滾刀，不過還係要放那個小細節。你要切給滾刀是三角形的。那個嘅冇團體。當個給三角形，這麼的兩用它啦，要這樣子開。懂嗎？不能切斷刀。對。啊，其他因為有加辣椒，所以佢食落有一種脆度。其實冇加辣椒嘅話，就比較沒有那個脆度。好，碧珠姐、封碧姐，做得冇？唔怕，等一下還有天一罐，Q 下好吃吧哈，Q 下嚟好吃，唔過有天一罐，等下還有天一罐。休息下，等下呢我先來唱到龐師傅教你來，可能其他人嘛該試過料理哦。總之咧，我煮嘅檸檬糖漿。檸檬糖，這就是秘密武器，快給他吃吃看呐！酸酸甜甜，真的戀愛的滋味。哇，來分享一下你戀愛的滋味。你分享一下戀愛的經驗。好，今日龐師傅帶來乜嘅試過料理咧？泰式炒芎絲。泰式咧，煮蟲炒芎絲。哇！哎，你是聽戲歌吼，當到國家吼。所以係馬來西亞，2分做泰國啊。係啊，好。馬該試出做啲落大家曬搞啲嚇。咁樣哦，安尼炒芎絲用無邊，還有太長，這個豬腳。哦，豬腳。豬腳上色了。哇，又想到明珠姐了哈。剛我。冇，還有馬該，還有馬該。還有芎絲，韓國還有cái檸檬，然後安尼檸檬，韓國辣椒誒。韓國了泰式醬，韓國一啲嘅tomato豆。哦，你冇少嘅。哦，了係安尼芎絲。呀，嘅咧。用蔥頭了，我煮嘅檸檬糖漿。檸檬糖，這就是秘密武器。你看你剛剛就跳過這個沒有介紹。你用點啊？就冇介紹。誒，幾次加煮咧哦。係啊，試看啊。哇！誒，我講韓國是你講哇哦。佢頭嚟講，亞洲米頭蔥嘛，梗係點哦？亞洲蔥係特別，而家最流行嘅，留嘅檸檬切地過後沾到膨糖底度，嘅瀝出來嘅種膨糖檸檬水，是不是一樣？得到金鐘獎嘅主持人掌聲鼓勵一下。亞吞秀都得乾掉，可以繼續。昨天馬上來記下。沙拉油。香濃吼，你們要先煸一系列芎。誒，該溫度唔是調夠吼。剛剛是因為太哦，剛剛是因為太熱。好，你要先煸芎絲。芎絲要先煸。兩個做法就老剛哈碧珠姐。
封闭剂也就中央吼，是比较强势先生，该的部分。水营养版系拍拍哦。因為姜嘛，伊本來就解啊。哦，本來就姜嘛人色。永遠要表嘛嘅凍死咧。冇。好咧，姜嘛吼，攞去煸姜咯吼，煸出味嘅吼。好安尼就煸到蓬順，吼，一撩起來咪做底吼，安尼啊太重就落去有水嘅。哎，先生，應該痔瘡就做過嘛嘅處理嗎？有，姜拿來浸解小蘇打。哦，專門嘅浸控球哦，小蘇打是做咧浸20分鐘。該係味道嘛嘅問題。然後比較脆，唔會軟，唔會燙軟呐。可是我用細睇解跟住米頭啊，細夾米湯係用麵粉撈染，我先生講總得聽到哦。麵粉撈染。你知講喺小蘇打喺浸燙球哦，該蟲嘅會唔變態嘅。哦。意思講加油會變細嘅。像阮師傅，也喺上床，也喺有燙過。生蟲，記得浸小蘇打。台尬吼豆腐哈，直接走得試看看，試看看的。好，現在我們就放洋蔥。哦。哎，你洋蔥哦，做我們的炒湯熟，所以這個時候下還會有脆度。哦，才會有嗆味。對，脆度。對。如果洋蔥妹要炒熟才會甜甜的。不行，這個要脆，但是要有手感。哦，有1圈口香糖。所以秋酸會有一點嗆，唔怕哈。唔怕。就是這樣咯。做我們的熟哦，差不多。大概5分熟，半熟嘛。來，我們開始放我們的醬料了哈。也希望解辣椒辣味，椒過你來。泰式醬。哇！哇，這種米湯，很忙泰式醬阿姨就擠出來。還沒，有啊。來，重點還蠻掂到嘞。重點係嘛嘅？蠻掂到嘞。雷夢水呀。哎，還有這個哎。對，來幫我下。哦，壓嘅嘛。佢做得留掉一點啦，本下就吃得看啊嘛。好，留啲嘞，一啲嘞，一撒，這邊可以。太敢吃這個呢？等一下寫的是我講感覺。我們用這個哈。我要寫心得哦。我講哈，500字心得。雙哥幹嘛聲音哈？還都要講你要寫心得哦。來起款，來每個人500字心得。好漂亮哦！你有吃？好。瑞琴姐先來講一下。馬上先。真的是有一種嗆雞蜂蜜先雞飲料那個蜂蜜，就是把檸檬切片以後浸檸檬，浸蜂蜜，泡茶的時候倒出來，那個味道真的是那個糖是冰糖，還本糖也係2-3糖嘛。所以就加變通哦。就檸檬汁老糖，就檸檬汁老糖。嘿，皮豬骨節咧，你敢講咧？酸酸甜甜，真的戀愛的滋味。哇，來分享一下你戀愛的滋味。你分享一下戀愛的經驗。媒妁之言，媒妁之言，好刺激每周的戀愛啊，嘿嗎？結婚以後再戀愛。對，感情總得靠包容啊。真的就像這樣的。什麼水嗎？鹽巴，淡淡的、純純的。你下時候咧啊，其實有一點點搶該沙沙醬。沙沙醬。對，畫龍點睛一下。哦。要幹嘛？要幹嘛？哦，好，也是。好，好，我是走的咧。阿娘就好聲耶。好，其實呢下出菜呢，我私心覺得非常的中意，因為我去講呢貴好食也嘅泰國式的料理，唔過都帶做式的豆模呢，我先請師傅來出題目。出題。好，來，也真簡單吼。請問，你洗太重嘅時間，按用顏色去該想什麼？哦，線上該下就講過了呀。老檸檬汁 ，B 用早味麵粉去洗。哦 ，OK， 非圈常的簡單，比賽就可以來猜拳，馬上猜拳，馬上嘴敲，你皮豬節，剪刀石頭布哦，來，公示人之爭，剪刀石頭布，太厲害了，拳王，我哋有200圈數咧，用配全懂我是懂而且來講，好，先來講 A 啊 B，冇聽錯，記得要寫唔錯嘅。而且 B，好，按鍵單，客廳，
好了，对那我也选 B。好好了，选 A 啦，是走对选 A 抢啦。功夫答案系乜噶？答案係 B。耶！面粉佢講嘅面粉啊，哈，有成當強嘅個吸引力，如果落太重嘅垃圾嗬，洗脫，所以佢洗脫超面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姑嫂，你張寶前喺出日成空同出一番，等下下班你寫咗要面粉寫啊，寫然後入面多寫張。好，那你盤呢？好，來盤呢，最哪裡哪裡？恭喜恭喜！我要來吃哦。來嘗嘗看，來吃看看。輸掉再拿講。當隊長又是的。哎呀，所以來講哦，凍菜要凍牛冰啊。等下還要記住吼。最近唔知吃到口感用嘅，老大爺講一下。誒，又酸又甜安尼哈，就講嘅像結婚了後講戀愛嘅感覺。結婚以後還做得戀愛哦，結婚了後硬係結婚了後講開始戀愛。很浪漫，很浪漫。好，允人記咧。我是的，酸酸甜甜，不過像咬口香糖的感覺。對，真厲害。好，今日識睇嚟過後呢，最杯麵青葱腰嘅就係你最杯麵一關了。最後一關是讓我吃這個嗎？唔呢？來煮好血嘅大腸呢。好，等一下南出拿油料，水就嚟進行最緊張嘅最杯麵嘅比賽。愛係太祖譜。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比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誒，撒亂盤盤磨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最美啊，最美，笑意啊，笑意。有這個嚇死人！係啊，最美是講學多咧吼，解下吼係呢條得到吼涼粉，還條磨粉，唔怕，你下慳要機會咯。先去看一下徐靜嘅料理係乜嘅東西。哎，這你知道嗎？很難。絕對唔係空心菜，係黃麻葉。黃麻沒有錯。好，其實呢，而家就啲好，真係係非常嘅女好。你個黃麻條嚟老太太講一下，一般好多人很叫人都麻葉。對，那太出啲台中市嘅南屯也到位嘅，剛才頭擺去翕呀，講下啲毛蔥呀嘅啊，它其實上嘅時間跟它相比非常非常的粗。頭擺你問拿呀黃麻來編織，哦，兩下你呢就用呀個葉尾後來煮湯，你知道它有什麼功效嗎？講一下。而做哋從按用到按嘢嘅甜食當中呢，是呀個麻葉湯哦，黃麻湯呢，而做的功夫稀，而且非常的友好。然後有的人呀，他攞給磨粥粉就變成綠色，像係抹茶粉，客家抹茶粉用用。哎呦，安好，像今年吼冬年嘿，大家露營一整天啦，來一人一根，來一人一根。糖安凍吼，其實愛啲係真正凍好啦，咁個做啲用機做乜嘅料理呢？佢哋要用呀黃麻來做一種做菜，編織。我都附了黃麻線。黃麻不線。用黃麻線。芙蓉麻意鮮。OK。哦。不用。你梗係買嘅菜菜啊？怎麼做？有乜做？就會，因為家還有一定要洗過啊，從家當咩？這超難，這個真的超難。我覺得製作單位出這題超難，因為你知道要給煮它中間這個葉脈做唔得用落去。大家做得先試看麼？超難。來吧，一三一邊。然後嘞，有乜事？超難。要加工。對，嫩一下，嫩一下，嫩一下。你要用啲。哎呦，換大家看，換大家看。對，團隊還會得表現，佢看嫩的啦，看嫩。這裡。哦，個姐姐厲害夾哦，厲害，真強。最後的時候就他給講，等一下，就是太嫩了。風飛姐講嘛，細家有種呀。因為唔係種啦，媽媽自動好食啲。哦，那你跟大家說一下，那個煮體給它覆面。給敲啊，還要把那個黏太，強人家啊，將來煮番薯。番薯頭啊，都做得。讓日辦到。呀，真勁懂難。大家做嘅一洗好以後有，先不要嘅女王地波先最灼灼嘅，黏黏嘅，再用水水洗淨嚟，塗加啲苦水米又洗脫。對。啊，等佢自己走來，就不用落去煮湯。洗5副嘅老嘅番薯，之前佢洗啊加
佢撞下架，然後另外一撒佢落去整一粒落。先来出题目。好了，好，因为等下喊酒90秒嘅时间哈，来得给大家播这个。好，来日本時代啊，眼睛眼睛黃麻最日本嘅用途係乜嘢 ？A. 用時度用法 ，B. 發展工業。诶，工業係味道工業哦。哎，好好，不多谢。好，莫讲莫該讲。東西係馬先来猜拳，那啥会猜拳？哈，来，好，问演员猜拳啊！珍姐姐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剪刀石頭布，对，好来，最美的哦，最美的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剪刀一点，刀一点，头布，哎，剪刀石頭布。你先看。哦 yes，哦 yes，红队，哎，你先苗看。栗男哪个踢盘好了？OK，哎，你先来张 B 哦。哦，你一定要選，好，我們選 A。好 A，你是不是公布答答案？案係好了，最美的哦，最美的。一撒就好哎，了，假装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先够。進總嘅世界就唱桃花開，不要紧张。桃花开来，桃花哪里摸？主要係地黑蒙嘛，吼，我老給弄開來。這有還沒有技巧可以教我們嗎？OK，題目好。，來彈嘞，Go Go Go，等一下，以前弄好了都還不用都是拖野地度，弄，等一下啦，來叫記掉嘞啊！答案係 B。哦，好，中馬該。因為日本政府採取工業日本、農業台灣的政策，為咗因應社會的需求，因此引進黃麻並大量種植，用來生產麻布袋。哦，麻布袋，麻布袋就係那種編織啦。對，麻布袋啊，就給這種裝米啊，給的都會拿來用得到。好嘞，頒獎典禮開始。拜拜。好了，開始。好，拿來做兩個，我覺得是還蠻挑戰的部分，因為來先來大亂的部分。剛剛有講到係1.6 P 的水嘛，對不對？對那可以給我水嗎？可以。好，T 一個，好來到你們，我幾隻學嘅，我幾隻學是啦嘅。你用2就做的，因為那個破掉的地方我們沒有裝滿，好，所以再一個蛋，誒，粒落。好，這第二個一個半，然後再來再第2個蛋，對，然後等下再一這杯是，第2個蛋的一個半就等於3個了。對，OK， 1.這樣對嗎還有0.6， 0.6，好，OK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會可以，差不多可以。好，OK，有保鮮沒關係，它膜，那蓋子跟那個距離很近。好 OK ，OK，真的啊，個變二來，要水不滾哦。來，我們先看這別邊。水滾將水好，喂，你動作這麼快，板子切好了呀？嘿，切好嘞，哎呀還有馬蓋，先不用落去煮對不用吧？落去煮誒，這叫不用落去煮誒，切條冰落去哦，滾啊，不是中落啊，是滾啊，唔是滾哦，是滾，哎，是中落。哦，不用了，不是中落啦，哎，可以了，不用了啦。好啦，別人全部煮就別煮。他家己競選總得打送的哦。哎，當然的健身。勤儉持家好，來，亂掉了一整嘛，亂忙整的忙大要呢。蓋起來嗎？哎呀，蓋起來哎，看我做乜蓋？看我做乜蓋？對，來咯，來咯，來咯，打亂哦，打亂以後咧，打亂以後，哎，加水加水，水，水一加，你要打一下再加水啊。水一加1.6倍。來咯，差不多嘞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來調味。哎，這個，哎，它放好了，要柴魚粉啊，是柴魚粉啊。哎呦，好，對，它已經弄柴魚粉，好，可以蒸了。哎，好，高麗高麗，過嚟拿去蒸。哎呦真的接手，停。哦，放一，來給做好誒，歡迎啊！愛調味，不用愛調味。哎，那哦，對。 OK，按用張波要破，差不多了，好，可以了，保鮮膜，保鮮膜有不？膜啊，保鮮膜到那邊，那就冇保鮮膜，隔壁這樣冇保鮮膜。有嗎？給來，水要滾的哦，保鮮膜。水滾的。來，那唔好緊張，唔好緊張哈。來，係啦，倒你了，水妹一撒就好誒，一炸裝，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，時間夠。進總嘅世界就唱桃花開，不要緊張。桃花開來，桃花哪裡摸？哎，你怎麼在衝啊？你怎麼在衝？哪裡摸？高山高，
来唔出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坐底坐底，哎，该水台，该水台，最大。哎呦，坐底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过来洗个7分钟。赶快洗。好，来过来换我们这赶快边。洗。喂，你出按哪个题目啊？对啊，马上出改，马上出。主办单位。哦，主办单位记掉了哦。一定有人想吃，制作部，制作部。一定有人想吃。等一下用水冲一下，因为有那个。好，注意一下时间哦。好。煮该番薯应该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哈。煮番薯有嘛该？冇嘛该哦。应该不是加嘛该盐巴，不是加什么东西哈。加咸子，添加增加。冲一下。主要係啲黑黃嘛，嗬，我留見弄佢啦。這有還沒有技巧可以教我們嗎？你先用放進嘅煲嘅地步先落去燜，糯啊，先燜一下。將那年水爽啊呢，將邊個水地步去洗腳褲。好 ，OK，地步。好，來睇，Go Go Go，等一下，你先燜好了，都不用動拖嘢地度，燜。等下啦，我叫記掉你啊，加油拖嘢。我哋就拖下。對。哦，我細人腳哦。啊？係啊，用嘅洗烤洗。先生，你做得嗎？他就嘛個差唔多嘅，做得。差唔多。待會一交棒就趕快看蛋。提點一下，亂好以後拿起來。入冰落去。入拉魚成冰，然後仲有一條米絲嘅，條完米絲嘅，佢清後嗰張冰嘅。做得很先生。好，我們要求救。好，30秒，30秒。好，現場，幫我。總不是，我要求救。8、7、6，沒有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第三棒他們先用廚師幫我求救，繼續開始。哎，繼續冰過了呢。還有放過鹽哦。繼續冰過，繼續他全冰過。那個我也放了，你先試味道。然後等一下看一下，也可以整到那部試看米湯用哎，做得嗎？做得。10秒。看下。 6，看下哈。一嘛。要麻葉放咧，那個不用。總不是看下哈。鹹芒酥。 7，時間到。好，放進去。我買嘅。我愛咧。啊，師傅落落。接着下去。師傅。冇問題的哦，我哋要做現做的哦。好，繼續加油。我的蛋已經蒸好了嗎？好了。哦，你的蛋。我調的。來，這個可以下去了嗎？可以。哇。你味道調好了嗎？調了，我調一點鹽而已。那我們要不要用廚師幫我啊？是因為可以用你做得了調味廚師幫幫我們這個蛋這樣有熟了沒有？我們現在來用嘛。我要打開來看。好不好？廚師幫我90秒計時。先站位，等下先站位，先站位。站好，還沒開始。好，站好再開始。繼續開始。好。來。是的了。忙。還忙哦。要切個師傅對吧？馬家。親師傅。親師傅。先這樣。好了。好，親師傅嗎？好了呀，兩桶好了。兩桶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幫你弄好。沒有，讓它再滾，不會再煮改一下。煮改一下。咖啡有味道給它。有還在滾，還在滾。可是那味道的部分做得嗎？做得。大家要淋上去就好了，嘿嗎？那可以幫我看一下我的蒸蛋還有多久嗎？好。差不多還有幾久誒？有嘛個問題，夾點問哦，夾點問。 3分鐘計時。3分鐘計時。你要這咯。好，3分鐘哦，吼。該火做得吼，該火做得。做得。溫度2度才80。師傅，你還有時間做得停手呢？就落一下。落開。該米頭確定 OK 吼。好。3。要試過。師傅天天煮點解叫我？聽說。我尿啊。兩下係馬莎嘅時間。現在你們是誰？他第三棒。來，繼續。好，那我們就去你那邊看一下吧。再1分鐘蒸蛋。對，叫幾時？叫幾時嘅呢？哦。加多一點點我頭一加。加多點鮮。好，來轉過去。哎，不要那麼遠，來小心。哎，過去一點。兩個可以一起用，沒關係。有卡西的。我來了，我第3個了。沒有，他就說2個人。不行啦。做唔得。噔噔噔噔噔。不要緊張，老給排斥了哈。那外觀也很重要哦。可以的，這樣差不多可以了吧？做這裡。好，這樣子好。糖油來。啊，做這裡。可以。料好多一點點嘛。料會不會就出了，快點快凸出來黃黃。那就再多一點。做的哦，那個直接說。我懂輸了哦。拉嚟。好。 5、4、3、2、1，
时间到，大家就来吃吃看下都带亚管地度，哪家张黑人力嘅太中谱咧？哇！好，那应该系你家自助呀嘅指定料理当中最挑战的一组。最困难的哦，完全没看过啊！这个制作单位哦是这样，很恐怖呢。好，那就属于吃这个那喽。是应该哈，好，现实应该。好，来，睇下几个来。叶豆呀，给乱的部分哦。来，乱个部分哦，一定要先给它破坏，是不是？对，破坏。冇啦，仔细用，嘿。因为吼，该卵系民主姐用心去做，而且还有汤，哦，红好食，好好吃哦。啊，你食嚟去后咧，感觉几条做得安哦。软的部分软，很好吃，嫩滑嫩，很做的是清嫩。那讲广东话，发溜，对，弹 像你系比较安强有像个布丁嘅用诶。对，好吃，真给地中后生，德胜雅安，好，直接咬了，直接咬没怕，直接咬啦，没关系啦。他刚因为口水是最棒的，这个比较好吃哦。哎呦，两个好吃哦，好吃，水kimchi，就牙不开米心啊，比较浓啊。安樣講，看呢，看呢，我唱係呢，要压拍到啦，给牙可以看到，压拍了解，都有番薯味，就全部落去啊，全部都下去。番薯味，你就广东番薯味，哎，番薯是我切的，对，我教的，又是你切的，好了，不是用来邀功一下了，很紧张，刚刚的嘿，水妹咯，本水得到2分哦，好，那他就先抢庞师傅抢本数。哦，又机会咯，又机会咯，水妹咯，2下抢3师傅抢本分数。哦，哎，跟你们香薯，还香薯系冇？等一下，这一定有问题，恋情不单纯，因为我的蛋明明比你的蛋好吃。但是日头料理吼，总得是看软呐，该系贵整个爱看呐。因为我们其实也蛮想得到锅子的，你这样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锅子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庞师傅先倒一下。好，来要先不烂堆的，伊个就给它软吼啊，就到它比较嫩，它嫩哦，给它糖哦，就到它干。啊，不溜的，伊就滚到。哦，好。不过詹师傅咁讲咧，啊，今仔做迄滚油都给用死啦，伊用师傅天天滚，今日真正的黄麻的米头有出来，啊，今日出嘅种嘅烧真实有出来，今日正统的黄麻煮法，啊呀，较滚色在呛里的，哎，有点，所以较轻。好，怎么办？给美你平数呢？2-2，今天是平手。叫皮两处得到加菜金，1000赢8 Q。恭喜你们1000万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好，先请水kimchi老女整起来，大家分享一下要不要参加心得很用啊。本来当緊張，每下想講吼，人生後來了了嚟搞嚟咪1萬加，做得當好，而且佢剛剛講嘅就係正統嘅太普強哦。內底吼，咱像哦金魚吼、龍沙吼，唔但像做出來凍厲害哦，成功咪凍好啊。我還係撈大家分享一下佢參賽的心得，好冇？今邊嘅當反戲吼來兩參加咧，一家之主嘅節目吼。師傅吼當親切，本來感覺過吼，我冇壓力，我是輕量做的吼。啊，主持人吼和蔼可親呐，客家真情呐，啊，本來感覺講，我當輕鬆安尼來做主席，啊，我會認真好。有機會啊，過來參加。好，最近喺當分析，其實呢，你節目都最本面嘅時間，特別湯頭也要參賽者分享也要心得啦，對人你覺得最大嘅回饋。希望睇起來來到了特別嘅時間，向下做嚟有學習，行家要做嚟聽娘嘅，來到也特別向下來交流。係啊，假使哦，你曾經對做主菜哦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興趣，假使你會主菜，你講你會唱歌，全做到你報名參加哦。開啦，你講。係啦，感謝大家啦。好啦，今日依家自助分享睇起來夾來報名
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喽，下拜见，叫天一定哦，千地都加菜见。